今一开始，咱来关心11月份啊，也有风台。涨形成的天图风台，气象署即马是预测讲，对明仔拜四开始会豆豆啊挖进咱台湾，而且有可能会增强做中度的风台。按照伊目前行的路线来看，气象署是表示，上紧伫明仔透早到早起，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也若拜五、拜六是风台上挖进台湾的时阵。因为环境帮站发展第一道和风台天图目前强度为了继续增强，暴风圈扩大出势，为明开始对进入巴蜀海峡。拜五、拜六会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该时阵强度是轻度风台或者是较弱的中度风台为主。气象署预估上紧伫明仔透早到早起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后续也不排除发预警。在东半部、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，而且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之后，可能连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。其他山区来讲的话，也是会有些降雨的情况的。目前看起来就是说，像是在花东啊、恒春半岛都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。台风北上之后，可能在北部、基隆北海岸、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的山区，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抛出雷达汇报图，表示看大陆冷高压甲这个风台位置，发现即卖分型符合东北季风强盘效应。天后产生了后，太平洋海面罕见出现些风台情形，即卖阴性严重消散，目前只剩3个。欧洲部是预测天后风台向吕宋岛山顶动了后，8月接近巴蜀海峡，暴风圈可能卡到台东甲恒春半岛。AI 部是预测风台离台湾是较远，路线依然有变数。14号到15号，太平洋高压它北侧的太平洋高压减弱，所以刚好这个天兔台风就趁虚而入的一个情形。在它的暴风半径移动的路径不变的情形之下，我们不排除这个天兔台风它发布海警跟陆警的机会都是有的。今年出现有记录以来第一摆伫11月有4个风台情形，气象署表示，顶一摆4个风台做伙情形是伫1994年10月，史上上热是伫1960年8月，同时发生5个风台强阵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